要介紹嘅單位海和山屋主係我哋之前珀麗灣嘅客人介紹嘅，所以喺設計上都好放心咁交俾我哋。單位面積大約500尺，屋主希望設計同埋用色都可以簡約一啲，可以配合到開放式廚房之餘，亦都可以沿用翻舊屋嘅家私電器。飯廳旁邊呢一組餐邊櫃，我哋唔會全個櫃都做晒收納櫃，設計上我哋都會有收納空間，亦都會有金屬嘅層架去做裝飾。物料方面都用到焗油，亦都會配襯咗雲石、金屬，帶出唔同嘅層次感。你會見到上面嘅櫃身窄啲，而下面相對會闊啲。不過下面並唔係收納櫃，而係隱藏咗一部舊屋帶嚟嘅乾衣機。主人房以淺灰色為主，床頭板用咗米灰色嘅膚感板，配襯咗同色系嘅絨面床頭布板，而梳妝台面亦都用咗深灰色嘅雲石去連貫設計。喺一啲粒線嘅造型上面，都加咗一啲古銅色嘅金屬線去做點綴。衣櫃側面設計咗一個開放式嘅掛衫位置，可以掛起經常着嘅外套，下面亦都可以放置手袋。屋主想做到3邊落床，所以喺落床嘅空間唔算係好寬闊，所以衣櫃門板我哋用咗灰玻璃去再配合感應燈嘅設計，令到視覺上感覺都會寬闊啲。細房係屋主父母嘅房間，所以我哋做盡咗一個 L 型嘅衣櫃，呢邊做咗櫃筒，而床邊做返一個床頭櫃嘅空間，可以放置手機叉電。